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，相隔8年再次登上今年的大陆央视春晚舞台。她带来水上芭蕾的表演，并结合高空跳水，身段优美，让人惊呼连连。粉丝们惊呼连连，还大赞是仙女下凡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引发网友热议。从小学过芭蕾舞的林志玲，这次与武汉汉秀艺术团、湖北省体育局花样游泳队、湖南省体育局花样游泳队以及辽宁芭蕾舞团一同携手，带来水上芭蕾绽放。优美的表演身段让粉丝大赞不已，纷纷留言称说美哭了，志玲不仅绝美，还会跳水，根本仙女下凡，假的44岁吧？这个身材这个腿。事后林志玲也在微博写道，就在网络上一片好评之际，却有一名昵称凡凡不会翻水的微博网友发文，一条走心的总结，做林志玲姐姐的春晚水下替身很荣幸，一次难忘的经验。但之后却又提到看似称赞的内容，实际上却是酸味十足。